哦，这个是茅草根啊，草根啊，你看哦，你看这个，哦，那个草尖呢，很尖呢，哈，你看可以突出那个粘土呢，哦，厉害啊！然后你看这个哈，茅草根又叫白茅根，你看它可以土弄干净啊，洗一洗，然后可以像煮那个芦笋汤那样来喝呢，寒性的哦，凉性的降火气的哦。白茅根网络搜寻，茅草根、白茅根，你看凉性的，降火气的，你看它的可以像煮芦笋汤那样煮来喝呢，你看，芦笋也是这样啊，有尖尖的，然后突出地面上，然后还没有变绿色就要赶快挖掉，那个是芦笋，然后变绿色的话，价值就比较差了。芦笋以前有芦笋汤、芦笋罐、芦笋汁啊，它这个白茅汤、白茅汁，白茅汤、白茅汤就好了，白茅茶，嘿，你看长成这个样子了，那个干了以后可以盖屋顶了呢。古早房子屋顶就是盖茅草，你看那嫩芽都可以炒菜来吃的呢，凉性的哦，降火气的哦，不是补的哦，是凉的。凉的冬天吃太多容易跑厕所呢，这大概都夏天喝的降火气的。看你像那个孕妇好像都不能吃那个寒性的，吃了就好像要拉肚子或者是跑厕所，那个孕妇都不能喝，不能吃那个凉性的。哦，你看这个像煮芦笋汤那样煮来喝，那个是夏天工作火气大要喝来降火气的。那你看，啊，白茅根啊，茅草根，它的像这个茎绿色的，可以那个切一切，可以像煮芦笋汤那样子煮来喝呢。它嫩芽可以炒菜来吃呢，凉性的哦。